来关心台电公布去年营运的状况，虽讲政府有补贴500亿，也毋过台电原来是了1900亿。选举即马选煞，电费钱敢要起价？台电是表示，这部分会由3月份的审计委员会来决定。另外，台电嘛讲，伫今年会加4个机组，要来确保咱国内袂欠电。景气渐渐回温，今年包括工业甲半导体用电，可能因为订单变多，增加用电量。不过，台湾摒死发电绿电，加上核能厂小连续除役，稳定供电敢真正无问题。台电回应讲，今年会有4台机组加入供电，加上当咧做天然气的机组，都是为着确保稳定供电。不过，专家有无同款的看法？我们现在能够祈祷的就是经济不要那么成长那么好，半导体不要复苏那么快啊，不然的话，今年缺电的压力很大，马上要面临，因为今年呢、核3厂的1号机今年下半年要除役了。除了供电的问题，选举进前电钱无起，敢会伫选举了后来起，嘛引起外界关注。观察台电去年4月份起的幅度，针对高压用户起17%，低压用户起10%。目前也有部分的产业有电钱起一半的优惠，包括金属加工、玻璃、甲纺织等等19个产业。因若学校甲农渔业是无起，过来4月份就要公布上新电钱的介绍。对国际燃料介绍的变化，未来无排除会得咧起。因为台电营运的状况，为去年亏损2265亿，去年就算政府补贴500亿，也是了1985亿，累计亏损有到3820亿。在稳定物价上面，我们大概做了一定程度的消波块的功能，把整个输入性通膨稍微挡住了。那在这样子的角度之下，就是如果有税基剩余，台电公司也会把我们的财务状况很清楚的跟长官做报告，希望能够有一些支持。经济还可以的时候，应该适当的反应，因为如果不适当的反应，万一下一波如果又来一个这个，就台电就完全再没有办法扮演当土强的一个角色。专家认为讲，台湾应该在适当的时间调整电价的成本，才会当加做台电营运长久稳定的方式。另外，目前电价调整的方向，虽然变成用电是无要起，针对工业用户来起，安尼做敢是会间接低输物价阁起咧，这拢会纳入调整电钱的考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